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在主面前一起领受他的话语。那这个月以来，我们都一直用宣教、我们传福音成为我们的主题。因为一个教会，它所得到神的呼召跟命定，是为了要传扬他的福音，所以我们要一起抽这个话题来一起学习。我们在领受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到我们这个机会，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是因为我们是一群受你恩召的百姓，我们是万民中所特别被拣选的，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身份，也愿意在主里面不只领受丰盛的属灵的生命，我们也要领受神的呼召，一起传扬福音，一起领人归主，一起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命定这个美好的旨意。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激励，一起带导，也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形成一个共识，一个意象。我们这样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上个礼拜呢，一起来看见早期我们教会的一个福音的历史。那今天我们要透过不同的经文，再一次跟大家勉励分享，我们为什么要跟随这个福音的脚踪、福音的脚迹，然后承续这个传福音的使命。那刚刚我们已经读了这段经文，我们想要等一下在经文当中再继续复习。那我们在谈论这个主题的时候，也跟上个礼拜二、三、四3天，我们教会有25位弟兄姐妹参加在高雄巨蛋举行的这个国际幸福小组的研习会。那其实有一些负面的批评说好像我们在赶流行啦，我们在大拜拜啦，我们在从外教派的学习啦，其实这些讨论其实也不什么在意啦哈。那我们在会场当中就得到一个提醒，那就是说，我们教会呢，长期以来都得到这个福音的任务，对不对？福音的使命，那就好像开一间店一样。如果你觉得你的教会传福音是想要传，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成果，好像效率不彰，我们的成就不够，那你是不是会想说，我要想另外一个办法，让人家知道福音是什么？那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不可能说你开一家店就摆在那边亮着好看谁来不来的你都不在意。我想这个有亏于你做生意的一个目标，对不对？但是既然有人能够用更有效的方法，那传扬这个福音，那我们去向人学习，那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为什么一些商业的行为，很多人要去研习，特别是有关管理的啦，或是我们那个整个国际的贸易的啦，有一些大师来演讲的时候，一个人要交1万块以上的这个参加费。所以呢，这一些我们倒不在意，因为是觉得说，到底你目的是为了什么？真的不是为了赶流行，也不是为了人家在热闹，我们也跟着更加热闹，而是因为我们深深在内心里面有一个算是亏欠说，我们的教会能不能有更多上帝的所拯救的灵魂在我们当中，我们能够分享他福音的好处。所以像上个礼拜牧师在引用的经文说，我们用尽各种方法，就是为了要使人家得着福音。那这个既然你的宗旨是这样，当然有人会耻笑你有人会就是给你说一些酸言酸语啦，其实不在意。问题是你到底你在意的是什么？就好像说我们常常有人在训练那个商店里面的店员，对不对？他们常常都要跑到外面去大声喊说：“我今天会成功！”好像故意要自己漏自己的气，是为了让自己突破那个心灵或是那种人际关系的障碍。
为了让人家推展说我们店里有多么好的东西。那既然福音是上帝的恩典跟大能，那推销不出去，不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福音不够啊，是我们这个做推销的弟兄姐妹，我们做的好像没有到位啊，所以其实大家就怀着这种谦卑的心去参加这个幸福小组的研习。那这个幸福小组呢，有一个数据有一个数据就是说，在这3天当中，一共有10506，10000再加506名参加，有长老教会就有121间的教会，一共有1717名，这些愿意摆上自己，愿意花自己的钱去学习怎么样向人传福音。你说他是疯子吗？他是笨蛋吗？我想，为了主耶稣，宁可当笨蛋，是因为我们真的要谦卑学习，让人因为我们的缘故认识福音的好处。那我们教会参加了25个，也不少了算是不少。不过还有成长的空间，因为我们的前任的蔡牧师他们的双联教会一共有40多个一辆游览车从台北跑到高雄来参加他们比我们还花费更多倍，因为他们要住旅馆一晚一个人好了，一个人1200，好不好？那2晚就要2000多，比报名费还贵。那他们愿意由他们的助理牧师带领来参加学习，所以呢，大家其实是怀着一种谦卑的心，觉得别人有好的方法，我们就来学习，而且目的不是为了装饰自己，为了让我们自己好像名声好听，是因为我们有得到灵魂的呼召。感谢主。那这些图片我们大家可能在网络上都看得到，不过我们来做一点分享这个是这个巨蛋的大门一个标示这个是他们的整个招牌了就是招牌就是这个他们的手册的封面是这个非常热情的敬拜。他们为了有一个非常好的音响，特别请了高雄最好的那个音响公司来装设舞台、装设音响全1万多人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那要花200-300万，那就是一个这样的活动这个满坑满谷，几乎都塞不到就找不到位置。我们教会呢，弟兄姐妹一大早7点就出发，不是赶不上，是因为要提早去排队。那这个是让我们台湾觉得从来很少看见的，除了你参加什么大国际巨星的演唱会要去排队以外，从来没有人说为了去学怎么样传福音，而且排队排1个小时，而且在外面热得不得了，晒着太阳，只是为了一种单纯渴慕的心。所以一进场，大家蜂拥而入，1万个人很快就挤满了。我们为了台南来的，我们就提早到。而且赶快找一块位置，觉得很好的视野的位置，摆的位置，没多久就有人来赶你，说对不起你们这个有没有空位？有没有空位？我们不能给他讲说这个有人坐了，我们说拜托，我们因为是教会弟兄姐妹要坐在一起，不然他有权利说你没有人坐我就要坐好，大家都主内弟兄姐妹，大家愿意让，所以我们就把25个就塞在一起学习，因为这样会比较更受激励，彼此关心，彼此照顾你看满坑满谷，没有空位没有空位。那这是一个全场的一个照片。那这个是我们大概是7点45、50就到了，没想到排一个队就绕了一个圈 S 弯绕了一圈，已经在外面排队。那个外面的气温是30几度，他为了要追求学习，就这样排队。那流了满身的汗，然后进去又吹冷气，很多人因为这样，也许身体不舒服，他也不甘愿那是我们教会的我们的一群25位弟兄姐妹一起举手唱诗歌、敬拜赞美我们一起祷告。那这是我们一起团体的照片这是我们长老教会的牧者一起到台前100-200位牧者一起拍照。那在这个幸福小组里面，当然里面的那个细节是很多啦但其实原理很简单，原理是很简单，因为这样才好记嘛。但是这个细节要多学习，因为不只是这3天的一个
一个讲解，一个见证。我们预定9月11月吧，11月我们还有叫做密训，就你正式要投入小组，有什么 mega， 有什么细节，有什么那个方式，能够让 best， 我们说 best 就是慕道友，他说 best 就是你是最棒最好的客人呐。那要让这一群人心里面受激励，心里面受感动，心里面觉得说，我参加你们这个小组，我参加你们这个教会，我们认识主耶稣，我会像你们一样，充满了喜悦，充满了感恩，充满了热情。所以呢，这个信物小组其实原理不简单简单，但是内容是要一群同工彼此合作的。所以这边我们学到了几个非常经典的标语，或是说一个经典的语录，让我们学习说，这个观念，这个想法是对的，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这个叫信无小组的语录。那我们有教会的同工呢，把它制作成一个卡片、图卡第一个，这个语录是怎么说呢？他说：“传福音不是教会的事工之一啦，好多活动，其中传福音一点点。以前呢。”教会根本不传福音，因为呢，一年呢才办2次、3次布道会，请一个讲员来请你带好朋友来。好了，听完了有没有感动也好像没有追踪，又回家了也许下一次有机会再邀他来。那只是很多节目、很多活动当中一个微小的部分，但是这一个研习告诉我们说，传福音是一个主流，而且一个火车头的事工。这个传福音如果不动，教会的活动好像就是为了自己而存在，自己天天一个 routine 的工作，一个 routine 的节目一直延续，一直回转。他说，传福音才能够带动整个教会的进展，就对了他说，谁能做小组呢？谁能做信物小组呢？他说，做信物小组不用很厉害才开始，而是你需要开始就会很厉害。意思是说，不是一个精英式的谁才有这种才能，而是你愿意摆上，你只要开始，你就会很厉害。什么叫厉害？不是你18般武艺厉害，是圣灵让你厉害，让你能够从一个拙口笨舌的人，从一个自己很害羞不敢邀请人的，变成一个福音的勇士，而且真正得到灵魂。等一下还有一些见证，你会觉得说，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在我们的台湾发生了。第三个，他说这个是一个价值观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拗舌，对不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看见一个看不见的价值，你掌握住了，你愿意付起代价。因为你有这个价值，你愿意摆上，所有一切都付出了。当你有这样的看见，你看到灵魂被拯救，这个价值是超越一切的物质，或者是我们看见的名声地位，你就愿意付出多少代价。其实我们不要先讲说这一个灵魂的代价有多高。耶稣说，一个人赚得全世界，但是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你就可以说，耶稣把一个人的生命灵魂等同于你全世界都换不来的。我们现在暑假了，很多年轻朋友已经上了高中，上了大学。你会发现，有的小朋友，有的年轻人，他很认真，很读书，你都不用去催他，他很认真要去读，因为他看见一个看不见的价值，因为他要达成某种他的目标，所以他愿意牺牲睡眠的时间，牺牲去玩的时间，牺牲打电动的时间，牺牲上网的时间，他是为了要读书，因为他看见一个看不见的价值。所以，当父母亲用尽办法催逼你的孩子，他只是阳奉阴违，因为他没有找到那个价值。所以你要让他知道说，你到底为什么要读书？你读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爸爸的面子，也不是为了家里要风风光光向人家宣示说我的儿子考上第一志愿，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让他说我读书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理想。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每一年的放榜的时候，他会访问一些非常经典的代表性的年轻人。
其中让我们最印象深刻的是，有的是在贫寒的家庭里面，他们就认为说，我不希望我的父母亲在我这样的受苦或是这么的软弱，我要成为一个非常认真读书的人，能够在我的学业上有好的成就，让父母亲能够减少他们的一个困难，或者说感谢父母亲愿意这样栽培我。那就会有看到有一些见证是怎么说呢？他说小孩子的时候看见阿公或是阿嬷身体病重，哇，跑医院到处去求医，到最后好像没有办法很完全的得医治，心中很不舍，觉得说好像这个病痛所以搅扰我们，所以他就立志要学医，就开始读书了。他觉得他从父母阿嬷这边得到感动，他就一生追求，所以他最后考上了第一志愿，考上了医科，不是为了要赚多少钱，不是为了让人家羡慕，而是说能让人家解除人家的病痛，那是多棒的一种这个人生的一个成长，所以他就愿意这样为这个看不见的价值来努力。同样，传福音灵魂的价值，你一旦看见了，你一旦掌握了，你会为这个事情摆上，为这个事情来付出。再来，他说只看见使命，没有看见价值，会半途而废。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你被赋予任务了，哇！爸爸妈妈说你要读书，读书不读书会怎么样？你只听了，只有这个任务，但是你没有看见那个价值，对不对？你会半途而废。但是有的人说我有崇高的理想，我将来要怎么样贡献社会，我要造福这个社会，但是怎么样？你没有使命，没有看见使命，没有一个任务让你走，你会好高骛远，天天只是讲空话。那传福音也这样子，你看见你得到那个看不见的价值，你还要得到一个使命的一个呼召，那两个相结合，才能够让这个使命完成。做幸福小组有一个最经典的一个语句啦，就是说他是要攻心为上。什么叫攻心为上？就让人家受感动，而不是用头脑的思辨，说我口才好，我要跟你辩说耶稣有多棒信耶稣有真理有多好，是因为你让人家受感动，他就愿意跟你一起学习真理所以要怎么让人家感动呢？他说做不足是亏欠，做刚好是本分，那做过头才会让人感动。换句话说，我们对这一群慕道友，有的是非亲非故，也许只是一面之缘，有人是去店里面买东西，看到这个店员，他就锁定他，邀请他，就说你愿不愿意来领受福音的好处？你说一个平白无故的人，他怎么愿意让你邀请呢？因为你做过头了，你觉得愿意为他用尽各种方法，就像保罗所说的，用尽各样的方式，为了让他得到福音的好处。当他心里面受感动的时候，他对耶稣的真理，他就愿意学习了。所以做幸福小组没有什么撇步，就是做过头，让人家感动。还有他说呼召就是有事要做，上帝不是呼召我们去与邪恶者打仗，而是呼召我们去打胜仗。每一个基督徒因为受呼召了，你不要说我来打看看，不是了，耶稣是要让你打胜仗，上帝是要你装备你，让你得胜，所以是一出手就是要得胜的，不是那边打烂仗的。我们的讲员讲那一个很平常的口语是怎么说的？他说：“你来教会，邀请你来就是要干嘛，对不对？不然要你来这边干嘛？用干嘛这个很平常的口语是在讲说，我们一起邀集在一起，就是有事要做，不然没有事做，叫你来干嘛？我们基督徒一起来教会领受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们已经领受了，我们已经理解了，我们很清楚了。那我们的任务要干嘛？就是要让人家更多人来受到福音的好处啊！所以这3天我们内容非常的丰盛了哈，讲3天也讲不完。不过里面有很重要的主轴要跟在座的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他就是说，我们在
这个研习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轴，就是建立以布道为导向的教会。一个教会天天关在一起查经、灵修、祷告、唱诗歌，不是不好，但是你不生产，那你干嘛？一个好的工厂，什么机器都是最新的，设计师也是最棒的，工程师都是最顶尖的，但是不生产产品啊，卖不出去，你说这个工厂有什么效果？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子。教会既然有一群优秀的百姓，一群上帝的子民，我们天天灵修，天天读经，天天听牧师讲道，天天做什么训练，那倒是为了什么？就是让你多得一点知识吗？不止吧，是为了让我们装备是为了上战场，要去做上帝的工，去抢救灵魂。那这样你才能打胜仗啊！你不出去怎么打？所以他说，这个不是精英式的，因为以前我们上个礼拜讲，等一下我们要讲的，就是说以前都要透过一些装备很齐全的，有他特别的恩赐跟资源的，才能够传福音。但今天不是，今天是在你的家里面，今天是在你的朋友当中，今天就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你就可以传福音。那为什么以前的人花尽心血、辛苦都在做了，我们为什么不做？所以他说，透过幸福小组，就是在展现传福音的威力。我们应该可以提出各种好的方法。早期我们的前辈有好的方法，那今天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但是讲员就这样说啊，他说好，你如果有好的方法，那我幸福小组不用做，我来学你的，就是这么简单。你有好的方式让人家信主，让人家得到福音，而且真正认识神，那有的我们就学。有一个观念就是说，真理是不变的，没错，福音就是永恒的，但是策略可以变。我们比这个例子说，早期牧师的时代，年轻的时代，很多阿伯啊，他会挑了一担豆花，有没有？后面是温热的，前面是一个水桶可以洗碗的啊，到处街头巷尾上倒灰，就一直讲啊。我们听到声音了啊，我们有人自己拿一个碗出来说，我要1碗啊，我要2碗。现在当时连塑胶的碗都没有，你要自己拿碗来盛倒灰了。那这个老阿伯就这样做生意，赚了一点钱贴补家用。那现在整个街头啊，到处马路车一大堆。没有阿伯可以挑倒灰啦，但是现在你要吃那个好的豆花，你要去排队。到安平啊要去排队，为什么？因为现在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展示他们的店的倒灰有多好。你不用挑着担子去卖啦，你跑到他家还要排队。为什么？策略可以改啊！你现在可以挑，但是没有人买怎么办？福音也是一样，真理是。就像那个倒灰非常好吃，但是你用什么方法能够让人家卖出去才是重要。所以呢，幸福小组它就是一个在现在哦，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策略是很好的。好，特别是推动幸福小组，它不只是在抢救灵魂，它一个重要的点，刚刚我们不是讲吗？平凡的人，刚刚那一点没有讲到哈。就是说，平凡的人可以做伟大的事。一个平凡的人可以做伟大的事，不是精英式的，而是平凡人就可以做抢救灵魂的事。那我们还可以透过幸福小组来推动门徒的训练，因为所有的平凡人都能做伟大的事，这个平凡人就变成门徒啦。不是精英式的教会就只有几个会做，而是大家都会做，而且乐意做，而且做了有效果。而且透过推动幸福小组呢，可以翻转教会的体制，因为你天天在想办法怎么得到灵魂，你就不用自己关起来，天天内造的。什么叫内造呢？就是一群人大家熟的不得了啦，然后没有事干，就专门讨论说你今天穿的好不好看，你今天你准备的餐点好不好吃，就专门批评这个啦。啊，你某某长子在台上讲诗会啊，好像有一句漏掉了啊，你这个你也在计较，那因为没事干就只有做这些啊。那一旦我们需要抢救灵魂，这种事情都是小事啦，因为我们大家拼着命要去做这件事情。
有很多见证，让人家感到非常的惊讶。台南我们在安平有一个福气教会，才成立1-2年而已，他们在2017年推动了39个幸福小组，多少人呢？152个受洗。教会1-2年之间就成长了1倍，152个，在长老教会就是一个中型的教会，你知道吗？长老教会有70%-80%的教会，1000多间哦，有700间左右，都100人以下的教会，人家1年就152个。还有一个更偏僻的燕巢深水福气教会，以前呢，每一年只要有1-2个点缀一下，有人受洗，就要感谢主啊，没有挂铃啊，就已经很勉强了。但是他们决心要改变，策略改变嘛。这个店没有生意，我要改。好，怎么改呢？我就跟福气教会合作幸福小组，他们这样子，就这样哦，同样一批人，只是心意改变，只是行动改变，只是价值观改变，他们1年就推动了58人受洗，教会成长3倍，而且神迹奇事就发生。换句话说，主耶稣都预备好各种应许，只是你愿不愿意踏出去这一步。那这间福气教会的传道讲了很感动人，因为他说，我就待在这里啊，好像就是要准备类似养老一样的反正能够度过这个一生就好了。没想到一改变的时候，他们原先周围坟墓跟芭乐比人还多。坟墓跟芭乐你知道吗？燕巢的出产是芭乐、番石榴啊，但是竟然它能够这样成长，所以真的非常激励人心。重点是，同样一群人以前不会做，现在神的呼召就做得头头是道。那这个叫平凡人做伟大的事情。还有斗六，有一间也是办2级城市啊，斗六的福气教会，光一个个人当区长哦，他开设的幸福小组，3年之间有80个人受洗。换句话，从这个领导的区长，有80个灵魂被抢救了。整个教会去年就136人受洗。那你说他们有什么天大的本领吗？他们就按照这个规矩，按照神给他们的使命，按照他们的热诚，他们就是做过头了，让人家受感动，然后愿意加入教会，然后受洗，然后再门徒栽培。重点还有一个，他不是说哎呀，我已经信主好几十年了，什么事情都会讲了，我才能传福音呢。他们是信主1-2年就开始传福音，而且还能当组长。所以呢，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一个高雄福气教会的一个叫刘德明小组长，你知道吗？他在2012年才受洗，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比他还早受洗，但是他开始已经担任了9次幸福小组的组长，因为他们为了分别一般的我们的细胞小组，对不对？我们的小组的名称小组长，他就改成福长，就是幸福小组的组长叫做福长。他单一个小组，这几年来已经带领了114个人受洗，而且还重点是说，受洗也许他一时感动啊，一时动不了啊，就受洗啊，也许受洗完就后悔了，就离开了，也有可能是这样，对不对？那他们的落户率就是说，还是有一些少数，他还有疑虑吧，感动之后有疑虑，但是至少60%-70%都留下来，而且愿意受装备，因为这个幸福小组是一个开头啊，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吸收大量的信徒进来，让他开始2年做装备，这些人员都接受一连串的教学学习，2年之后他毕业了，他就可以当小组长。那就是这样子，门徒一个一个被兴起，门徒一个一个被操练起来。那这些故事啊，不是天方夜谭，这故事也不是人家编的，是实实在在这几年当中发生在我们的周遭，我们的教会。那神开了福音的大门，用这种方式让人家很容易进入到福音，而且很这个重点，他就是说，我们是一群人一起做。他讲的比较世俗的话，就是打群架。打群架，大家有伴比较不会怕，对不对？打群架就是大家彼此帮补。以前呢可能是单独的，你要个别
给人家布道，哎呀，一讲还没讲第一句，人家就说啊不用了，你如果要讲就不要来了，因为你会受挫嘛，你会也挫折嘛，你会不敢开口嘛，你的好朋友都走光了，因为他知道你要传福音，他就不跟你来往了。那现在不是，是完全纯粹在一个非常温馨的氛围里面，他慢慢去感受到说，原来我排斥的基督教没有想象那么糟糕嘛，他就愿意开放他的心。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看到主耶稣怎么跟我们说，他说要收成的很多，但收割的工人太少。我们刚刚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再复习一下。他说，耶稣周游各市镇乡村，在各会堂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并治好民间的各种疾病。当他看见一群群的人动了恻隐之心，因为他们孤苦无助，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于是他对门徒说，要收成的很多，但是收割的工人太少，你们要祈求农场的主人派工人来收割他的农作物。耶稣在这一段话里面有几个榜样，我们一起学习。我们看看教会是不是有按照这样子做，耶稣做给我们看的。你说你去幸福小组你乱做了一大堆，圣经没有讲啊，你看耶稣怎么讲。耶稣他这个表现是说，他在会堂里教导人。好了，我们教会里很会教导牧师每个礼拜都上来讲道，我们还有读查经班，我们还有各种小组的训练。好了，我们会教导，但是你有没有下面的这一些？他说宣讲天国的福音，意思是说我们在座的福音已经认识了嘛，那我跟你讲只是复习而已，对不对？你是讲给没有听过的人听才算是天国的福音。我们教会有这样子跟耶稣一起做吗？而且治好民间的各种疾病。好啦，你会讲说牧师我们现在医院全世界台湾的医疗发达的不得了耶。以前马雅各医师来这边用医病来传福音很有效，对不对？因为大家生病得医治嘛。现在不用了吗？我们为什么要医治呢？其实牧师要告诉各位，现在我们台湾的社会很多人的病不是医生不医，是医生不能医的，因为那个是心灵的疾病。心灵的疾病，医师可以用各种尖端的仪器来探究你的身体哪一个细胞哪一个地方有肿瘤，但是他没有办法跟你讲说你心里面的愁苦，你心里面的忧虑，你心里面的紧张，你的竞争引起的一个神经的系统的焦虑，他只能用药物给你缓解而已，他没有办法医治你。所以今天教会不是不能医治疾病，教会要医的是从你的身心灵完全得医治的一病。透过祷告，很多的人因为这样翻转的。那一天听到一个演讲，让我们讲一个见证，我们真的感动得不得了。一个姐妹，她吸毒吸了20几年，她等于要放弃自己的生命了。没想到她接触了福音，她不只是戒毒她借着福音戒毒成功。因为一般的监狱的管理员或是医生跟她讲，他说你只有2条路可以断绝毒瘾。第一个，你死掉了；第二个，你没有办法去脱离这个毒瘾，因为要么是死了，要么就是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再走动。换句话说，除非这样子，没有可能断绝你的毒瘾。但是他竟然因为福音的缘故得到了救治。其实我们现在台湾有很多地方是用福音戒毒的，很多人就感觉说不可能的事情就在那边发生，因为神亲自医治他心灵的疾病。吸毒不是因为他贪那个毒，是因为心里面有软弱，所以要从心里面医治，就主耶稣可以。换句话说，我们教会不是跟医院抢生意是因为要把上帝的大能带到这些软弱人当中。当然有一些疾病是被医治的，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好，对同胞有恻隐之心，主耶稣关怀这个灵魂，关怀这个软弱的，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者的羊一样。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对周遭的亲朋好友有恻隐之心吗？你会关怀他走在茫茫的大海当中，没有得到福音的好处，你会觉得有一点心中恻隐之心吗？还是说啊，我好就好啊，这是你家的事，会这样吗？耶稣的榜样，我们到底学了多少？而且耶稣还这样子要求要求说，收成了很多，但是收割的工人少，就是说庄稼很多了，这一些稻谷也好，麦也好。所有的五谷好多好多，但是缺乏工人呐，所以耶稣要求我们说，祈求农场的主人派工人来收割他的农作物。好了，牧师要下半段来一起分享说，以前的我们的前辈，他们传福音是多么的苦，多么的难，但是他们照做。今天我们只要跟你讲说，来做幸福小组，做幸福的工作，就可以传福音。那差距何等的大！既然我们的前辈能够做到，我们用这种方式，你还不做，那到底用什么方法你才愿意做？是因为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看不见的价值？保罗分享这个传福音的佳美脚中，他说：“可是他们没有信，怎么能呼求他呢？没有听，怎么能信呢？没有传，怎么能听呢？没有奉差派。”怎能传呢？没有，就像圣经所说，传福音的人，他们的脚中多么佳美。他一直问说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们把这些话做一些解读其实很简单啦。他应该是从后面开始讲，怎么说呢？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去传福音，就没有人听到嘛。没有人传福音，怎么有人会听得到？没有人传就没有听到。第二个，没有听到，就没有办法让人信主。对不对？再来，没有信主就不会呼求祷告啊，上帝啦。好啦，那没有人愿意受差派，没有人愿意去怎么传福音？所以它是一个连贯的，有人传才有人听，有人听才有人信，有人信才能够学会呼求上帝。那保罗说：“你看这个事情没有人做，根本就没有效果。所以呢。”他才说，奉差遣去宣教，他的脚中，他的脚迹是何等的佳美，就这个意思。因为有人做了，到最后灵魂归主了，他会求告上帝了，这个是最棒最棒，所有的基督徒最好的脚步，没有人再可以比照他。你说我这个好的基督徒，我天天灵修读经，我天天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不缺席。要去探访，我走第一。什么事情服事我都做，但是就单单欠的一个灵魂的得救。然后这个在主耶稣里面，他的排行榜是最差的一个啊！你不要以为你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哦，你没有得到灵魂，那真的是排最后的。那他就跟人讲说，台湾这块土地的福音的前辈。他们的福音脚中是何等的佳美，我们就要分享几个，因为上一堂牧师讲完，哇，时间太久了，我只挑其中的两个到3个来讲。这个故事你也会对照说，跟幸福小组差别有多大哈？第一个是台南神学院的创办人叫巴克里牧师，他当时在1885年就到屏东的。一个叫鄂伦这个地区，刚刚那个是图片，是巴克里牧师啦哈。在鄂伦现在的竹田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比较乡下，因为那边是客家村呐。客家他们的传统信仰很强，对基督教非常的排斥，所以呢，村民就排斥基督教。他有一天，巴克里觉得说那边要去看一下，鼓励他们的会友，他们大概20几个在做礼拜，他去那边主持礼拜。那个礼拜堂就给一个村民买的哈，一个小小的一个教堂。他主持礼拜的时候，哇，附近的村民就一大堆人开始暴怒了，就抬了8桶的那个水肥。你知道以前的厕所是没有化学化粪池的，是原汁原味的，8桶抬过来，一直在那边叫嚣说：“你们赶快停止。”赶快离开，不然的话要开始用粪便来侍候了。当然，这些
村民就吓得不得了，就赶快躲了，有的躲藏了藏，把门关起来，但他们就开始泼了，开始泼那个臭味四溢的那种粪便。巴克里牧师这个时候，他觉得说，他如果退缩哈，大概这些村民就不再来了，所以他勇敢走出去，想说我是一个外国人，我如果对他们说之以理，动之以情，也许他们不会再做了。没想到他们一出去，巴克里再怎么说你们，我们这个是合法买的房子哎，我们在这边做礼拜也没有干扰到你们啊，你们为什么要来威胁我们呢？但是村民根本，你知道一群众哈，一生气起来会起哄啊，根本不听他的。他真的哈，舀了那个粪便从头把它浇下来，全身都是臭气冲天。那巴牧师就站在那边不动，因为他如果反抗，一定会受到更大的攻击。所以他们临到最后，他们也吓到，说：“哎，怎么这个人都没有反抗？”然后巴克里牧师还对他们说：“你们浪费了那么好的水肥，意思就是说，这个肥哈是有机肥料，可以去填泥啊，你为什么浇在我头发又不会长？你看他用那种在那个最严峻的时刻还讲这种笑话，或者说讲那种不生气的话，你看多么伟大！因为巴克里牧师受到这个苦难。”全部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听到这个消息，心中除了不舍之外，你看受了多大的激励？因为他们不只是浇水肥，其实后来呢，他们看到巴克里不反抗，就更生气了。为了要挡住这些暴民去打这个会友，还受伤了。但后来因为英国的政府出面说，你们打了我们的国民所以就赔偿或怎么样。那些暴民有那个为首的被抓去关怎么样？但是大家因为这样子，对福音更大的一个信心，知道说巴克里就像保罗一样，遇到苦难他不退缩。后来呢，他带去的护照都被那个大便淋得臭死了，不得不再请英国再重新发一本给他。像损坏的怀表啦，什么东西有人赔他这样子。那第二个故事是甘维尼牧师。这位甘维尼牧师跟巴克里牧师是同一个时代的这个叫甘维尼牧师，那个胡须很漂亮他这个在白水溪，就是我们那个妙莲师母他们的林子内，他是在白河水库的下面，对不对？往白河水库上面一级，到白河水库上面有一个叫白水溪北水溪一个。在深入那个白河水库一个小小的一个岛里面，一个叫白水溪教会。那现在那个白水溪教还立了一个石碑，就在纪念当时甘维尼牧师被害的一个地方好啦，简单来说，甘维尼牧师他是从苏格兰来的宣教师，他一直在台湾46年，只比巴克里少一点，因为巴克里在这边直到他去世60年。那大概最长的就是这个甘伟年，他要回家告老还乡的时候，竟然他把所有的财物都奉献给台湾了。他最后要回去，没有钱可以买船票，还是信徒捐钱给他买一张船票，而且还请一个这个做金子的师傅。做了一艘台湾的竹筏竹筏的金子的竹筏送给他做纪念，所以他很感动，因为他也是台湾的盲人教育之父。然后他年轻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很多的牧师，所以他要巡回各地的教会，用走的各地教会去关心，去为他们主持圣餐。有一次，有白河那边。有消息传过来，因为呢，在白河地方有一个土霸有一点类似现在黑白两道那一种了。他外表是议员，其实是流氓了那一种就在地方作威作福，他们就反对你白水溪这个地方有教会，所以呢就攻击。
那他们教会传过来消息说，甘伟宁说我去看看能不能协调看看。没想到他们根本不甩，半夜他们在教会的那个宿舍在休息的时候，这个叫土霸叫吴志高啊，他带了一群暴民要来攻打，而且拿火把要烧这个礼拜堂跟那个牧师馆。那个时候呢，根本没有办法反抗，他们躲在房子里面，他们用火把丢到当时那个房子都是用茅草盖的啦，还有那个竹管啊、竹子盖的。很快就烧起来了，他们躲在里面，用毛被啊棉被包起来，想说能不能抵抗，所以他们会不会退缩了？他们甚至还用长矛丢进来，还好因为有棉被有一支长矛射到甘牧师的胸口，还有大腿，还好没有那个致命之危险但是他们一直祷告说：神啊！在这个危险当中，只有你能救我们。没想到在半夜的时候，忽然起了大风啊！起了大风，哇！因为那个茅草屋都起火了嘛，那个很热，对不对？风一吹过来，刚好吹到他们这一群暴民身上，哇！那个热逼得不了，他们只好逃跑，闪开了。然后在危急之际，甘伟宁牧师跟另外一个在那边的传道赶快从窗口逃出去，然后因为白水溪教会他们是在一个小山坡上面，他滚到那个小斜坡下面，藏在那边。哇！那些暴民看到火都把房子都烧掉了，就扬长而去。他以为说这两个人没命了，都被烧在里面了。原来是神起了大风，把这个火吹开，不然这个故事就没有人讲了。这是甘伟宁牧师他自己写的记录他说当时怎么样，后来他一直受伤还一直赶快请人家带他到嘉义，因为当时嘉义有县政府去报案说发生这件事情，后来也是英国政府出面才赔偿这个甘伟宁。那我们看到说当时的我们的前辈他们传福音是何等的困难，那我们想象说我们现在传福音是叫你还在漂亮温馨的家里面传福音，你看对比何等的大他们都愿意付出摆上生命了，我们何况是这样子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其他的一个见证，牧师就以后有机会再分享。一个是这个黄章辉牧师的那个伯祖父，叫做黄约西，他在黑水沟，就是在澎湖的台湾海峡上市的生命。一个是台湾的教会的圣歌的前辈叫骆先春牧师，他当时没有东西可以吃，去跟猪抢那个番薯那个地瓜来吃。还有一个是牧师的亲戚叫做那个夏中间牧师，他的爸爸当时为了要去那个澎湖传福音，因为一大群小孩没办法养活，当时的那个孙理莲师母就是芥菜总会，把夏中间牧师跟他兄弟姐妹2、3个带到台北的孤儿院照顾。那夏中间牧师觉得说：“哎呀，我怎么这样子呢？我是有父有母的人，把我丢在这个孤儿院。”所以他小时候国小、国中的时候，对父母亲是非常非常怨恨的，说：“你把我丢在孤儿院里面。”所以心里面是很抗拒的，而且伤心流泪。所以他爸爸每次要来看他的时候，他就关在门里面不进不出来。这个夏中间牧师自己讲的见证。直到后来他读大学了，他才感动说父母亲的心血，也在那边受到好的教育，所以他现在才成为我们台湾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因为他整合了整个台湾的教会一起传福音。这个就是这个夏中间牧师他的爸爸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做一个结论我们看到前面这些福音脚记，其实讲不完讲10个、20个都有这个故事。我们需要请弟兄姐妹安静来想说，我们对比看看，对比于我们现在用这个方法在传福音，是变成用一种很温馨的活动，让人家来学习。我们期待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
回应这个呼召哈，回应这个呼召。那我们以前的宣教士常常要面对生命的危险、疾病的攻击、语言文化习俗的适应的难题，他们还是这样勇往直前。从保罗开始，传福音就是好像一个最有风险的事业啊。那他们说无怨无悔。我们常常看到一些非常感人的故事，有人到食人族传福音，全家就被杀掉了。那今天呢，我们只是邀请各位说，那我们不必向他们那边受苦了哈，我们就只要运用幸福小组就可以了，可以用幸福的、温馨的、欢笑的、感动的方法来传福音救灵魂。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跟这些前辈的福音脚迹，你承接，只要领受这样子，而且是在灯光美、气氛佳，大家一起快乐唱歌，一起领受，一起见证，还吃好吃的，那这样传福音，那你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因为只要你有那个看不见的价值，你就付出所有的代价。我们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愿意为主摆上。我们计划下午3点的时候，我们邀请参加研习的这25个我们的同工一起来讨论，我们怎么样学到了、听到了，怎么样真正的推动传福音的工作。我期待我们当开始推动小组幸福小组的时候，有一群愿意为主摆上、愿意在幸福当中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加入这个行列里面。因为我们这边一个小组里面，大概最基本的就是4个到6个同工，有人会带比较属于欢乐一点的破冰游戏你会搞笑的都可以会有气氛的。有人是会包装礼物的，有人会煮好吃的东西的，有人会讲非常感动的见证的，有人会把信息讲的让慕道友听得懂而且听得进去的。你看，就是这一群人而已。大家用一种热诚，将感动来让 Best 来信耶稣，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要付出真的不简单，因为你愿意为主摆上，要牺牲你的时间，愿意为他们做过头。那这些都是我们跟刚刚牧师讲的巴克里甘维林那个时代那么大的艰难，他们都愿意做，而且做得很成功。何况我们用这种方式，期待我们受呼召被差遣。